我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嘅頻道。今日係2025年11月2號星期日。以下咧就由我小窮仔同大家睇下呢一則新聞啦。呢一則新聞嘅來源咧就係嚟自10月31號嘅香港01喎。咁我哋咧睇下呢一則新聞嘅標題先。呢則新聞咧嘅標題就話未成年嘅包租公14歲男收租月賺11萬港元，揭未成年業主背後嘅原因。咁我哋睇下咧呢一個咧點樣可以賺到咁多錢喎？睇下佢嘅原因係啲乜嘢啦。咁樣睇下佢嘅內文先。韓國租屋嘅市場咧都好火熱啦。最新資料顯示喺韓國登記為公司負責人嘅未成年人中，平均月收入咧已經超過300萬嘅韓元，即係等於香港咧1.6萬元喎。而其中80%以上從事不動產出租業。而呢一啲未成年嘅包租公裏面咧，甚至有人即係得14歲咋，每月就能夠固定咁樣進帳成2000萬嘅韓元，即係港幣10.8萬元。隨住呢啲嘅案例咧越來越多，外界就質疑背後涉及變相贈與繼承或刻意分散收入，而去咧逃避呢一個進稅喎。咁呢個首爾經濟報導，韓國國會政務委員會所屬嘅共同民主黨議會敏炳德辦公室9月25日分析國民健康保險公團嘅職場加入者嘅付貨額資料，結果咧就顯示，截至2025年嘅8月底，年滿18歲以下嘅職場加入者有咧16,673人，而其中有359人，大概2.1%咧，以公司負責人嘅身份咧去登記嘅。從未成年負責人嘅職場類型裏邊，不動產出租業佔咗比較高，甚至咧都有成84.1%，而住宿與餐飲業以及批發零售與消費品維修業只係得3% 啦。呢一啲未成年負責人嘅月平均所得為303萬2千韓元，即係等於香港1.6萬元，高於2023年韓國國稅廳統計嘅勞工薪資所得嘅中位數272萬韓元，即係香港1.5萬元。另外，月收入超過1000萬韓元，大概香港5.4萬元嘅未成年負責人就有16個啦。而喺2023年6月嘅資料中，18歲以下嘅未成年公司負責人已經達390人，而其中前10名高收入者嘅平均年收都有成1億5206萬韓元，即係話係港幣咧82.3萬。而報道指出，今年韓國未成年公司負責人中最高收入者係一名14歲青少年，他以不動產出租業者身份喺首爾江南區登記，月收入高達2,074萬1千韓元，大概港幣11.2萬元，年收入達2.5億韓元，即係港幣135.3萬元。報道亦都指出，呢啲未成年嘅人大都透過繼承或者贈與成為公司負責人。雖然呢一種方式並不違法，但隨住相關嘅案例不斷增加，外界咧就質疑其中可能涉及變相贈與繼承或者透過分散所得嚟規避累進稅啦。對此咧，呢個嘅敏炳德咧就去質疑啦，就質疑呢一件嘅事情啦。唔知道大家對呢一個嘅韓國呢一樣嘅未成年咧就已經咧可以咧成為呢個業主嘅情況有咩睇法咧？都歡迎大家留言俾我啦。